我们今天唱了什么歌啊？波利尼西亚，请买专辑。它上面写的很清楚，不然我们公司设计那个专辑就浪费了，对吧？大家去看一下，听歌，然后想了解的话就翻一翻里面写了一些什么，写了我们的故事，然后还有我们去西班牙去录制的一个过程。刚那个纪录片导演他来过了，他非常孝顺他的女儿。女儿因为9点一定要就寝，所以他赶快的匆匆忙忙就离开了。不然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他是很特别一个导演。他说你们西班牙人怎么都没有在田里工作？你们西班牙人是不是都很懒？他用很中国人的思维。OK。这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，所以为什么不报歌名？因为他们也不懂歌名是什么。怪了，我今天我的中文怎么变成我们对岸的中文？我应该是要讲我们台湾的国语才是啊。哦，他们还有时差。第5天了还有时差。好样的，赞。
Usabihin man itakuana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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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akuanan.